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来记第19章第9节到25节。伊本来书11章23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看见。伫旧约传统，犹太人若准看见上帝，就会死。因此，伫这个去做会幕啦、会堂啦、圣殿啦，要进入这个至圣所这个中间，拢有一个隔离的布来隔开。由于安尼，祭司的迄个袍、迄个衫的下面，就会挂灵堂啊。万一祭司无得到上帝会欢喜伫内面若是出什么代志死去，无有人知影。所以这是旧约所予咱的一个印象对上帝的认知啦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并毋是像这种描写这种无人情啦，也是讲非常恶的上帝。咱思考看觅，如果上帝真正无爱互人看见伊就无需要世间人来启示伊家己，敢毋是安尼？佮较无需要找见仆人啊、先知啊，佮较无需要将伊的独生囝来赏赐互世间啊。佮甲咱讲，伊就是迄位以马内利的上帝，这就真奇怪吼。但是咱甲上帝中间，其实是必须要有界线、有界限。若无的时阵，人就真容易来搬过界，扮演上帝。伦理学讲 play 啊，安尼会得罪上帝。出来记的以色列人对伫上帝并无了解、无熟悉，因的生活悠远，佮非常埃及化的生活，因无有亲近上帝的性格。这咱会通对了后上帝颁布的10条诫中间看到。虽然有界限，人要安怎来看见上帝呢？事实上，伫西奈山下面的以色列人，拢有看见上帝的临在。安怎讲？这是无共款的角度啦，咱知影有只有摩西甲亚伦上山，但是因事实上嘛无看见上帝的面啊。但是总是比遐祭司啦、以色列人民啦，因离上帝搁较近。咱若去看经文，伫西奈山下面的这人民，悠远看到上帝透过好那亲像咧烧窑的这个坟墓火、雷声，搁有死人。其实这个拢代表着上帝的临在。圣经安尼讲，第3日的早起，雷电交加，一类云密密伫山顶出现，号角的声大陈，遐尼的人拢听到着皮皮喘。摩西带领因来出帐篷去见上帝。因拢踮伫个山骹，规个西奈山拢搭满着烟雾的中间。上帝伫火的中间来降临，这个烟亲像窑在烧冲出来的烟，全体的人民拢真惊吓、皮皮喘。这个时阵，号角的声愈来愈响。
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来回答伊。伫摩西的年代开始，以色列的历史就正式脱离着族长的时代。上帝无搁再亲自甲人讲话，显现是透过代言人，咱讲先知的角色，也透过先知来献祭，透过士师来带领。因此咱就知上帝甲人的距离愈来愈远，有较大小看。也因为人已经离开上帝的关系，既然有代言人代表人出现，就表示人甲上帝的距离较大，无真近啊。伫出埃及记19章的经文里，咱有看见摩西，伊就伫这个上帝甲以色列人来中间来去传话啦吼。咱看几位圣经所写第9节，摩西将以色列人的话来回复上帝。14节，摩西落山吩咐人民，因着爱洁净家己，准备来敬拜。所以因就开始洗长因的衫。摩西就甲因讲，到后日一切拢要准备好，暂时袂当亲近女色。咱伫经文的内底看见迄个界限代志，除了地上的界限，还佫有需要洁净家己的界限，这2项代志。就亲像出来记第3章，上帝第一届呼召摩西的时阵，安尼讲：你毋通军前，着爱将你骹的鞋脱落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人着爱自我洁净啊，着爱诚做圣洁，才会当进入着上帝的所在。21节讲，上帝安尼对摩西讲：你倒去警告人民，毋通超越着界线来看我，若无会有侪人死亡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就连祭司也必须爱洁净家己，才会当行近我。这是第2个界限吼。所以，若无我就要来处罚因啦吼。咱若对圣经、对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信心其实真清楚，毋是眼见做凭据。虽然旧约中间咧讲到犹太人被禁止来搬过迄个界线，但是这并无代表上帝无存在。以弗所书第11章非常强调信心。第1节讲，那安尼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是对所仰望的代志有把握，对未会看见的代志有肯定。本来翻译咱较熟，伊讲信就是所望的事的实底，是未见的事的确据。今日个经文嘛是安尼来讲，对伫信心，摩西出世了后，伊的父母看到婴仔真水真缘投，就产伊3个月。因毋惊王的命令，对伫信心，摩西长大了后，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，伊宁可甲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。无愿意伫罪恶的中间享受一时仔久的欢喜，伫伊的眼中，为着弥赛亚受凌辱，比伫埃及所有的财宝更较可贵。因为伊仰望着将来的奖赏，对伫信心，摩西离开埃及，毋惊王会受气，因为伊好若亲像看见着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，
坚持到底，毋肯转去。对着信心，伊设立半过节，并且反复将火来抹伫个门楣顶悬，互遐接受毁灭的天使，要抵到杀以色列人的大囝。虽然以色列人并毋是介意捌上帝，但是透过摩西的父母的信心，会通互摩西性命保全，佮互摩西伫迄个埃及的王宫内底长大，无需要烦恼成长期被发现被杀死。后来摩西心内又佮看见家己同胞被欺负，伊就来站出来。然后伊逃离，去到伫米甸的旷野，佮伫遐来拄着、看着上帝，看着号召，看着上帝的拯救，甚至就以色列人经历着搬过节来脱离死亡的危险。以色列人虽然毋捌上帝，但是凭着信心相信，看见上帝的保守。这是咱基督徒所得爱学习的，特别咱经历着3年的武汉肺炎，咱应该更加会当体会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怎样来做声势？万国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会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来讲喙压制咱的脚车，切断绑咱的绳。上帝坐伫天顶咧笑，在讥笑因的阴谋。伊受气甲因警告，发圣地，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。我今仔日生你，对我讲，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碎飞仔去。正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的啊，着接受警戒。得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会免伊去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去。追求上帝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感谢上帝，愿会当受呼召来跟对你，来得到拯救，互阮有信心来看见你的救恩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